后来最近这个市场讲真欠蚵仔，所以大细蚵仔农就提早来采收，希望会当卖出着好价销。虽然讲价销好，但是有行无市，这情况嘛是受到疫情的影响，讲生意真歹做。即马真接近大细蚵仔的采收期，不过因为目前市面上蚵仔无够，所以大细蚵农赶紧来采收，希望会使卖一个好价销。即码头大人的一人起1600，一人蚵仔拢1600块。不过因为提早采收，加上今年顶半年雨水无够，海水咸度较悬，采收的蚵仔拢较细。坎坷的死壳较济，拢无蚵仔，所以价销才会好，所以破无蚵仔，所以价销才会较悬。虽然价销真好，不过蚵仔的摊商原本是拢卖游客或者是替人客配送到北部，即马因为疫情无游客，加上配送塞车，生意干那剩一成。在遮吼，拢会加减家己出来袂等于煮安尼啦，数量少少啦，上尾是100、200安尼咧行尔啦。真正即个疫情产济现在炒足济，生意炒够济啦。就希望接落来蚵仔大出的时阵，台湾的疫情已经稳定，互民众会当来大细食好食的蚵仔。